是不是他妈谁来电话？不喊，你混蛋！黑楠，你怕什么？怕疼。你想才有怕的事啊！要不我杀你们试试？来，我没意见。痛死我了！你怎么出汗了？刚才路上有车追尾了，一直堵着，我着急下来跑了一段。怎么着？感动了？哎，感动了，让我上一次。顾海，你丫早晚毁在你这张嘴上。顾海，啊？林子，你对我真好。没你对我好，我对你怎么好了？你对我好的呀，都有点二。你才二。这怎么了？随便。你想吃吗？今天好像是平安夜吧？好像是。银子，送你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有个女生送了条围巾，说是她亲手织的，你说她什么意思啊？看上你了呗。那你说我是带上呢，还是还回去呢？人家亲手织的，还回去太伤人了吧？你自个儿的事儿，甭问我。那我就带上吧。回头看看好看不？哎，那我还是还回去吧。不喜欢人家，就别给人家幻想了。
没什么好送的，送个手套吧。我也没什么好送的。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怎么样？还挺暖和。哎，明天想吃什么呀？涮火锅吧，涮羊肉。想吃羊肉了。明天你说虎子不是要来吗？只有吃这个呀，才不会出卖你的手艺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做饭不好吃啊？好吃不好吃，你自己心里还没数。我煮的鸡蛋不好吃？你咋不问我，你烧的开水好喝不？呀，生气了，小心眼儿。哟，行了，你做的饭呀也没那么难吃，不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吗？边儿去。别没完没了啊！我说你不是想让你进步吗？哎，你大爷的！你再和我倔，信不信我把你独创的锅肉味的鸡巴告诉你说他们？你还挺坏啊！这打我！吃啊！开锅了啊！不会吧？叫那江什么来？他儿子。闹了半天，你俩是兄弟啊？是啊。哎，要不这点佐料？我自己来吧。我来。成了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哥哥还真当得像那么回事儿我是他哥。啊！笑不笑？哟，大海啊大海，你还有今天呀？被人气头上去了吧？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给我滚一边去啊！你也就跟我横，有本事你骂你哥一句啊！我骂他一句怎么了？对呀，你骂呀，有本事你骂他。你骂呀！讲我是吧？你骂的是。吃饭。哎，我特佩服你，你能把顾海制服了。你不知道他以前说了你多少坏话。他都说了我什么坏话？你敢说一个试试？说，哎，吃饭，别讲了。喂，白洛英，石慧，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？去年的今天，我们两个是一起过的，今年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你知道吗？街上好热闹，他们身边都有人陪着，只有我是一个人。你没有想我吧？说不定你身边早就有人陪了。石慧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，只不过今天有点特殊，这里真的太热闹了，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没想过要和你重新开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特别想你，我在回忆里面走不出来了。你越是这样，你越是走不出来。你别打听我的消息了，你试着删除我的手机号，删除我的所有信息，删除我这个人。我删除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
我之所以能扛到今天，是因为我一直幻想着，我们总有一天会和好的。没可能啊！操！这时候他妈谁来电话？顾海，你混蛋！英子，你怕什么？怕疼。你想才有怕的事呢。要不我杀你们试试？来，我没意见。喂，白乐音呢？你是谁呀？对不起，我找白乐音，麻烦你把手机给他好吗？你不告诉我你是谁，我就不给他。我是他女朋友。女朋友。
对了，回来了。打开看看。你干嘛呀？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嗯。帮你戴上。哎，你脑抽了吧？我个大老爷们儿，戴那么多首饰干嘛？不光你自己戴，我也戴。来来来。哎，你今天下午没露面，就是去买这些东西了？不光这个，还有呢。看看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哥临走的时候啊，给我留了20万。你不是说要把那钱当生活费吗？对啊，没得花，还剩点呢。还剩多少？还剩这些。顾海，就为了一块表，你至于吗？就算你不浪费这个钱，我跟他也不可能了。你说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别让我说呀。跟我来。快点儿！脑子一热就买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把我妈留给我的存折动了。我不后悔。你不后悔，我后悔。后悔什么呀？给你买东西啊，买到倾家荡产我都不后悔。